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这位是这个高雄市民进党的议员黄明泰，伊咧质询的时阵，替政府来抱不平，讲含3肉精的美国猪肉，高收入者无可能买来食，但是经济较歹的民众都加一个采买选择。这无非3肉精的猪肉，就是要互善食人食的。市民讲，听到这种话吼，感受真歹。啊，这个议员是出来背会，讲只要做好着检验把关。民众会当家己来选择要买，或者是不爱买，无需要安尼迷茫焦点。高收入的人无可能去食美猪，一寡较善食的，他多了一个选择的机会。我们也没有叫他强迫他去吃。高雄市议会质询，民进党议员黄明泰讲，美国有来去多半的进口猪肉，有钱人袂去食，抑过互善食人加一个选择。咱袂用干那叫人买咱的物件，咱唔去买人的物件。若像安尼美国人唔知死偌济呀，为着食这个猪肉唔知死偌济呀。黄明泰佫强调讲，美国人拢有伫食，咱台湾人无需要遮紧张。抑过这款讲法，民众听了后感觉拢无啥好。不用区分有钱不有钱啊！你既是善良人啊，都一定要恁好人好食好，我善良人就一条吧。质询的画面公开后，民众一直骂黄明泰佫出面说明。第一个，我是做一个市场的分析，我们自由贸易，我们让它进口，那进来了以后，一样嘛，有不同的消费层，一个皮包也有几十万的，也有几百块的，那各有他们的消费层，他只是多一个选择的机会，收入高的他也可以选择，并不是去歧视穷人。伊认讲重点是美国有3肉精猪肉进口互市场加一种的产品，只要好好检验、好好顾，咱乡亲会使家己选择，唔通误解又搁引起纠纷。